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白沙屯妈祖进香的第4天。一透早妈祖的銮轿为彰化社头来出发，进寒才11度，对信徒来讲是真辛苦。有袂少人随身载迄个暖包、炸烧包来冻寒。沿路嘛有热心的民众提供姜茶，互信徒啉一个烧。啊，讲前一天哦，妈祖的銮轿入去社头的时阵，有几哪届要来冲撞到路边的一台小货车，甚至这个銮轿阁飞过乌道摆，都袂少信徒咧问咯，这妈祖是想要讲啥哟？啊，有人认为讲妈祖是咧提醒这个车主驶车要注意。白沙屯的妈祖14岁下晡来到彰化社头，雄雄一个灯弯为夜市啊驶入去，銮轿也阁一直咧弄停伫边仔的一台货车。在场的人拢唔知影妈祖到底想要讲啥，所以个銮轿阁飞过机车，队伍的信徒就咧要讲，应该是想要提醒车主爱注意行车安全。车人伫内底咧困啊，嘿，嘿啊，啊你感觉谁人要去弄那台车？可能妈祖无啥知影啦。嘿，也许就真的是提醒他车子有什么毛病要去注意吧。銮轿15岁透早起驾，伫咧11度的低温之下行了真紧。要伫这么寒的天气行路，信徒早就有准备，亲像是帽啊、甲雾小包，拢是一定爱穿的物件。洋葱式穿法，前几天就很热啊，所以里面一件那个排汗衫，然后再一件发热衣，然后再一件羽绒衣。热的时候就一件一件脱，戴手套，然后穿发热衣，然后外套穿很多，像穿个雨衣这样防风，然后还有贴那个暖包。有热心的民众伫咧路边准备姜茶、甲小的咖啡，要互大家身体较烧热。嘛有人抱着敢若是罕见病症的囡仔，沿路对着妈祖来游景。嘛有人甲坐轮椅的母亲塞咧来弄轿卡，希望会用得到妈祖的保庇。我那条轿卡有欢喜无？有啊，谢谢。平安健康哦，平安平安。白沙屯妈祖进香第4天，粉红色的銮轿一透早就经过彰化社头殿中，伫咧我中昼的时阵来到二水，差不多伫咧下晡的时阵就会行到云林关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